哦，你天顶的人有够凶的了，安尼发车落，一个就甲我车落啊！啊，尤其迄个什么雷公迄个，哦，你安尼用炮甲我乒乒的，煞来佫甲我车落来，你安尼，是讲吼，做生的人嘛足厉害了。我为遐悬的所在咧甲我车落来，我人佫好好滴的，厉害厉害，仙就是仙，阮兜那边安尼，安尼啊，安尼啊，喂，你是啥物人？安尼啊，我阿牛的啊，阿牛的，你莫来佚佗，你莫过来，莫过来哦。我明明亲目睭看阮阿牛的，去互两个妖魔鬼怪吼，安尼夹咧，怎啊，飘一个位天顶去哩。我来遮咧冒名，你坦白讲哦，我厝内带这个夫人哦，专门咧抓妖怪哦，好好的怪物，讲来。安尼啊，我真是阿牛的啦，我才出去几工啊，尔，你规个拢袂认得哦。真的，你，啊你无死哦？我哪有死啦？你摸，看。哎呦，鬼啊！哎呦，先生你真正无死。我啦。哎呦，我一个心肝。安尼啊。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。啊，你是讲你心肝遐凶，会互抓去了，总啊放啊抓一个，他们才孤单无伴你拖屎咧。安尼啊，袂啦，我搁安那不老吼，我嘛无可能讲放你家一个人。来，先较济啦，安尼啊。是讲安尼啊。咱厝的那拢用符啊咧装潢啊，规间厝拢是啊。这哦，辟邪、治妖，啊，尔看你叫妖怪抓去了后，啊，拢无转来无消息，我才烦恼讲哦，因会搁倒转来，嘛顺啊甲我拖去呢。所以讲哦，我开钱去找迄个有名的歌星，迄法术外高强的呢，我拜托去，伊安尼哦写遮济符啊打咧，伊讲安尼妖怪都袂入来。哎呦，安尼啊，你共误会啊啦，迄两个毋是啥物妖魔鬼怪啦。妖怪啊！毋是啦，迄两个吼是阮某阿月仔吼专工吼叫因来接我去天顶吼，甲阮某见面的啦。迄两个吼算个是阮某甲阮某的部下咧。吼，你都无去，你毋知影？阮某伫天顶哦，一个真正做够大了。你是讲阿月仔伫天顶真有够力？嘿啊，连咧天顶迄个上大迄个玉帝啊，有哪我听伊的了？有影。所以讲哦，安尼啊，这符我拆起来啦。阮某吼一寡仙拢爱听伊的话，妖魔鬼怪吼绝对唔敢来找咱啦。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哦，含迄玉帝啊足天意，啊，我仔伫天顶，就真正咧做仙了。什么仙尔？阮某是大仙了。是讲天顶我都毋捌看过，我嘛毋知影真正生做啥款。安尼啊，你安尼讲我才想到，既然你都毋捌去吼，我算有效。后抓阮某来去甲通知吼，要过去天顶的时吼，你先煞来。我。哦，安尼火遮尔啊大，叫我爬啊天顶，唔拄若去摔落来，安尼心脏病来压起来。我唔免。袂啦，我去佚佗了。免，阿舅啊，啊既然哦，当阿月仔都有来叫你去啊，见面啊，你嘛知影讲伊即摆伫咧天顶伫咧做仙啊，安尼你就放心啊，莫阁黑白想。以后哦，认真拍拼，好好过日子，莫阁黑白想啦吼。拍拼我是会啦，但毋过吼，我有亲嘴甲我讲哦，阮一年爱见一遍面哦。要阁见面哦？安尼啊。交互端叫。你两个是安怎？到我鼻仔青这早都袂下，你先送上啊？我都，我已经是食到3、4千回的人，阁袂输敢若水鸡做只跳咁的福哥。媳妇少年人就跳到软脚，年年你当作咧操心朋友。我安尼操恁的是为恁好。平常时啊咧，恁踮这个天庭，逐工咧拢敢若知影同好啉酒，安尼身体要哪会好？身体无好，才有美好的将来呢。你毋是想讲要升官？但做甲雷公啊，要阁升到倒去啦？阁去哩敢要有地升？娘，海呀啦，代志海呀啦，天气老湿啊啦，海呀啦。什么代志？就是哦，迄个阿公啊，娘娘恁翁啦，伊等去互还干了哦，将踮咧天庭的一寡代志哦，拢嘛甲因翁爷讲啊啦。哦，赞！
代志既然甲发生安尼来吼，咱就有好戏看咯。好戏在后头。牛牛，安尼哦，即摆是要安怎就好？简单啦，准备好休息。对啦，我跟你讲，因这阿牛啊，就是去来这个天庭遮，伊就知影讲天庭一世纪的代志。即摆玉皇大帝吼，已经甲交代讲，登去凡间了后，绝对袂用个将天庭的代志讲互凡间的人听。伊即摆讲互人听，就是。表示讲伊已经触犯天条，泄露天机，温死的，温死的。哇真是讲无要紧，安怎？反正娘娘都甲迄个做阎罗王遐尼熟悉咧，直接你小去甲伊接头一个啊！哦对，因老朋友啊嘛。嘿，恁两个啊，你免在哩遐欢喜吼，你毋通袂记的呢。迄当初吼是啥物人带迄个阿牛起来吼？假使吼。阿牛若受3顿2底，我看吼，你嘛变成4顿5底啦。参见娘娘，玉皇大帝召见。啊！等你哪个有啥物话通讲啊？玉帝免讲，请玉帝开恩。开什么恩？这款严重的代志呢，泄露到天庭机密啦！这款哪个会去开恩？哈？哦，你实在有影真袂晓想呢。恁翁将这款的天庭的机密泄露，互恁大家知影。啊，这款的代志哦，我若无处罚，安尼我是要安怎对天庭所有职员交代？我毋对，启禀玉皇大帝，若是这闪电娘娘真正有影无法无天啊！伊毋若叫你讲，就爱明讲哦，煞入去讲明的暗讲哦，搁甲你改名呢，改互做开恩啊！对，什么玉帝啊？那安尼哦，伊看你无起，当作你袂晓拍麻将。伊讲明讲意思，你讲明讲袂使教对方，要是讲你也袂听白。哦，安尼意思若搞算讲会包就对啦。包哦，嘿。猜伊啊，当作我咧拍麻将了。你定定不要讲话，莫讲话。你莫讲话啦。所以讲哦，你原来吼，较介意我。对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马所替我讲的话，迄是咧为我就对。因为我甲你徛同一个电线的。哦，你徛同个电线啊，电无死就对啦。那毋是啦，阵线电线，罗伊安电。啊，你意思讲你是我的秘书就对。毋那，我是你的主任秘书长。哈！你原来共款有代志。哼！你想看卖？迄伊虽然讲是你的主管啊，毋过伊拄拄新就任的，对即个规矩方面还佫无啥捌。啊，你做人的副主管，你应该爱甲伊教。啊，你毋甲伊教，啊，挑着互伊去犯规矩，啊，再来带去啊，人咧食米粉，你咧发烧。你若无咧食米粉啊？猜伊就黑白来你啊！我你讲，一个人犯毋对，所有人拢处罚。这无咯，玉帝啊，那安尼无理由。你也知照，这件代志是娘娘唔对呢。啊，后摆大概若做啥代志，闹功劳拢因顶死咧伫咯。啊，我若无犯错，啥含阮做一届，安尼无公平，无公平。无法度，这款的叫做连带处分。无影啦，安尼伤严重啦！我甲你讲啦，煞入去吼，阿牛啊是因翁咧，阿牛啊是因翁是伊触犯到天条，伊泄露到天机的，应该跟阮是无关系啊，对无？对啦，要罚个人啦。禀玉帝，一人做代志，一个人担。这件代志是我反管迄个翁阿牛做唔对去的，总讲一句是我唔对，因为呢，我思念我的翁仔，叫伊起来天庭甲我相会，这代志甲伊拢无关系。玉帝，我互公园吼一个人真多。娘娘，你点啦，你搁做主事。禀报玉皇大帝，那娘娘安尼讲就对啊啦。你看人伊即摆承认讲是因翁做唔对的，人因翁来承受到即个犯意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你唔通处罚我，处罚伊个人就会用。对。玉帝啊，其实哦，迄阿牛的吼是较早娘娘的翁，迄是吼凡间的代志啊。毋过即马哦，娘娘伊即马已经是神仙啊。阿牛的吼。是你讲啥呢？神仙啊，哟。神仙啊，仙啊。哦。啊，即马哦。迄阿牛的就甲吼娘娘已经无关系啊，对无吼？啊，即阵吼，若我缀娘娘身躯边，我感觉娘娘哦是一个足重感情的人，你知无？迄阿牛的代志哦，伊也无可能无管啊。搁再讲哦，玉帝啊，假使你若安尼哦，甲娘娘处罚，那安尼哦去互别个神仙知影哦，
迄别个先生哦，会讲你哦是非不分哦，安尼哦，玉帝啊，迄对你的威信哦有真大的伤害呢。这个嘛，啊，照恁安尼讲起来，我要处罚也毋得，啊毋处罚也毋得，啊我若无处罚哦，我算讲玉皇大帝咧，我即马对天庭所有的这个职员毋知要安怎交代。哎哟，启禀玉皇大帝啊！你这个代志哦，你上大你会当做主来处理啊！你上大你嘛会当做主甲疏互伊刷，拢总出去莫讲倒啊，大家就无人知啊！对，玉皇大帝哦，你哦当作这件代志无发生，哈，无人知。放你的狗臭屁！哦，这款遐严重的代志，你要叫我甲话讲无发生这样代志，这要哪暗砍会调啦？玉帝，你若莫讲哦，真正无人会知。搁再讲，玉帝，请你哦想看觅，我迄个犯管的翁哦阿牛哦，伊哦毋是记忆歹啦，伊真正是故意。你交代的代志哦，毋是调工要切换的，可能是哦，袂记一，也是无底无当讲出来。所以玉帝，请你开阮啦。是啦。这呀，玉帝。好，较等下，我cảm受咧。安尼我想着啊。你即摆是咧甲我搭啥？海马屁。海马屁是咧拍尻川屁，你当做尻川屁生伫颈仔头。毋是啦，都做毋着代志，迄小婆的啊。哦，小婆。好啦，为着要互人当作我玉皇大帝，我北堂真快，迄北堂会去使剑船。好啦，我即回哦，原谅你，无爱甲恁处罚啦。多谢玉帝。等下，我甲你讲哦。我咧听。即回吼代志我会用甲准煞，但是即回是干那恁大家知影了尔。恁翁若准啊，搁将这个代志搁去讲互别人听哦，毋若干那抄家灭族，是煞叫对讲对骹身啊讲倒起来。